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家庭会客室。在我们婚前导航这一个系列当中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讲到说婚姻里面的亲密关系。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呢，好像说在婚前有性关系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甚至说在婚前就有同居好像大家都觉得很习惯。那为什么一个人呢，他在婚前保守自己的一个贞洁是这么样的一个重要？保持自己的贞洁又跟婚姻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一个主题。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的是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跟冯志梅冯姐，他们两位都是资深的婚姻辅导。李哥、冯姐，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讨论说这个婚姻的亲密关系好不好？李哥，你先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来让我们了解说性呢，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待它？性呢，基本上是神所设立在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合法的婚姻里面的性才是真正的幸福美满。是在圣经上希伯来书13章第4节那里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椅，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那么在这里可见是神是非常看重在婚姻里面性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这里不是神太古板了，不够前卫，要这样来约束人，给人定罪。其实不是这个，这个上帝知道这个性是牵涉到男女双方这种灵魂体3方面的联合、结合的。是，那么这是需要有承诺，需要有委身，需要忠诚。那么它才会带来祝福的。是，如果失去了忠诚，失去了这种承诺、委身，它所带来是负面的，是伤害的。所以上帝需要这样的一个设定，说这是危险的你这火你小心不要去玩去玩的话你会玩火自焚。所以呢，基本上面这是神给人在婚姻里面的这种保护，也是保障。但今天世人不认清这一方面，以为上帝太古板了，所以今天性泛滥性自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结果弄得其实都是身心灵受创伤，非常的严重。只是很多人在开始不知道这个刺激好玩，但是等玩过了，受伤害是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他来担当这种难过这种伤害。所以今天我们在婚前，在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对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很正确的来认识它。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看法一般的人会想说，从宗教的角度，人家讲到性好像都是很污秽肮脏的一件事情所以从李哥你刚才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神看着性，它其实是好的事情，它不是一件不好的一件事情，甚至在婚姻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只是说你要有一个规范，而神在这个婚姻的这个规范，对这个性的一个规范，其实是为了要保护人其实不是说为了说要限制人，让人家觉得说不能享受这个性方面的一个喜乐那我们从这个观点呢，跟我们现今的这个文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同呢？现今文化就主张开放性自主性自由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是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那这是目前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看看，虽然性开放呢性到这个开放到一个地步是泛滥的虽然人都有自由去决定自己的身体决定要不要有信不信由你这个绝对的自由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人的婚姻并不幸福所以从台湾来看，那个离婚率节节上升今天平均每天会有155对离婚这还是官方的统计那么曾经有民间的统计，这个至少90%以上的人觉得他们结错婚或者婚姻并不幸福所以可见呢，因为婚前的泛滥造成婚后的不适应造成婚后的伤害今天大家已经尝到那个恶果了这个已经是后果了在受死的我听说现在在美国他们已经开始有点回转了对这个已经开始趋向保守了开始觉得这个婚前的性自由泛滥并不好玩并不是一个祝福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好像有点觉醒了，要回转到最原来这个上帝所设计的男女关系那个原则里面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这也是健康的也是好的。那在这个上帝所创造这个男女关系，尤其在性方面，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命令，很多的教导，其实是要祝福我们，也是要保护我们。那所以上帝设计性，当然很多人说对了，是为了这个生育为了叫什么传宗接代。但是我相信那是一部分而已。上帝设计性，另外一个很大的是带给我们愉悦，带给我们 pleasure， 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享受男女的关系里面，让我们经验到那个快乐。所以上帝所设计的性或者我们说这个浪漫的感觉，这种被爱的那种满足，
这是上帝所想出来的，这个不是因为人有罪，所以人喜欢享受性。那我想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上帝设计性是让我们享受那个快乐，那当然也是透过性，一对夫妻他们能够生育，能够有自己的孩子，能够来有敬虔的后代哈。如果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记载到性，在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就说亚当与他的妻子同房，然后夏娃就怀孕，然后就生了该隐啊。那可是，在英文圣经里面，他讲亚当与妻子同房，他不是用同房这个字啊，他就是用认识。Adam knew Eve， 就是亚当认识了夏娃，他认识了他的妻子，那他的妻子就怀孕。所以很有趣哦，中文翻译成同房，英文却说是认识。那可是其实这是同一件事啊，意思就是说，那个真正的合乎上帝心意的那个亲密性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彼此认识的一个过程。这是圣经里面讲到性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那个彼此认识。所以如果两个人徒有身体上的关系，但是没有心灵、没有情感、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没有在整个全人方面的认识，那是很空洞、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说有科学家发现说，这个人类除了人类之外，只有另外2种动物，它们在交配的时候是面对面的。所以几乎所有的动物在交配的时候都是面朝背的。但是人类是面对面的。那其实这是有非常非常深远重要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当男人跟女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上帝的心意是，他们也在传递一个非常深刻的心灵的这个讯息。那这个讯息就是我愿意认识你。男生在对女生说我爱你，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了解你，然后我愿意进入你生命当中最隐秘最深入的每一个角落去认识你。你可以放心，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会保护你，我绝对不会伤害你。当你把你自己向我完全敞开的时候，你可以放心，这里面是不会有伤害的，因为我爱你，我会保护你，所以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爱你。你知道吗？这是多么很多女孩子听了我这样讲，她说她们好希望能够经验到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亲密性关系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灵的讯息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表示。那当一个女孩子，一个女人，她愿意迎接这个她所爱的男人跟她有亲密性关系的时候，其实她也在对这个男人说这段话，就是我知道你爱我，所以我愿意信任你，我愿意把我自己向你完全的敞开，我也欢迎你进入到我生命中每一个最隐秘的角落。我希望你来认识我，我很乐意把我自己每一个部分完全的与你分享，没有保留的，因为我仰慕你，我欣赏你，我也非常感谢你，愿意爱我，愿意保护我，我完全的信任你你知道吗？我想任何一个男人听到一个女人愿意这样给他回应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满足。你知道吗？这就是性最高的意义。不能只有身体，必须也有思想、情感、心灵各方面的这种完全的付出，完全的敞开，或者我们说完全的献上。那这个时候再透过亲密性关系，两个人就经验到上帝所赐给人类所有的经验当中最高、最棒、最完美的享受。但是它必须是在这两个人有完全的委身、完全的信任之下，那就是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当他们有婚姻的这个一生的约定之下，他们在做这件事，那就是那个完全的安全感，完全的放心，知道你是不会背叛我的，你是不可能背叛我的，我也不会背叛你，我对你有这样，你对我也有这样完全的委身，完全的承诺。所以这个亲密性关系必须是在婚姻的这个保障下，甚至法律的保障下，两个人做这件事情就是最快乐，最没有约束，就是说你可以尽情的享受。我最近跟一位女士谈话，那她是本身目前在一个外遇的关系里面，然后她就向我形容她为什么这么渴望
这个外遇的关系，他就提到那个他在外遇里面所经验到的激情，那个浪漫，那个刺激，然后他说他很渴望要这个东西，他说他跟他的先生没有，所以他跟这个男人有，他很难放弃。那我听他这样分享之后，我对他说，我说某某人，你知道，我跟我先生我们结婚25年，你刚才所描述的，你跟你的这个男朋友，你跟你的情夫所经验到的这种经验，我跟我的先生天天都在经验到。你知道，其实上帝是要我们持续在婚姻里面，也经验到这种浪漫、这种激情、这种美好的关系。但是那个关系一定要正确。你在婚姻以外的或者婚前的，我要说，都是很 short-lived， 就是很短暂的。那个没有办法长久，它必须是在婚姻的保障和这个关系的尾声约束里面，它才可能是这样持续的这样的美好。但是这个我们讲到说，这个在婚姻里面这个性关系其实是一种爱的一种表达，它是一种 expression， 对不对？它是在这个身体层面，在心灵层面，也都是一种非常亲密的一种认识，而且一种结合但是男女之间是有一些的差异的在性方面的一个不管是需要也好，或者他们的一种认知也好，是有些不同的，而这些不同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的问题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不同？我们要进入婚姻，我们要了解彼此的差异，也要了解这个彼此成长过程的不同。那么我们要另外了解是男女在性上面的不一样。这个差异，如果我们了解了，就可以知此知彼，带来合一不会这个大家都莫名其妙打起仗来了对，怎么我要的时候你不要或者说我很热情的时候你这么冷冰冰的，结果这个或者说你这样对我不好，我就不给你饭吃不给你好好的招待这个。拿这个当武器，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在婚前我们要学习了解，这个彼此在这方面的性向倾向，那么怎么样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那么这其实这个圣经的原则，等一下我会提供这个圣经但基本上面我们要了解男女是有不同的。上帝造男造女，这个材料不一样，过程不一样，所以在性的反应上面是不一样。所以从几方面来看，在这个心态上面呢，男性的这个比较是以身体为取向，就是看到美女就盯不放，就是以身体为取向。那么在性行为上面呢，其他层面可以隔开区隔了，就是肚子很饿可以不吃不喝，但是不能没有性，甚至有时候病得要死，奄奄一息了还要有性。有些人说这个有些笑话说。想要做鬼风流这样其实这是男性的心理，所以它是可以区隔出来，可以区隔别的那么可以区隔开，但是女性就不行，女性是以关系做取向，就是如果没有爱，没有好的关系他就不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彼此互动的模式就算在合法的婚姻里面也是一样。我觉得这是个苦差事，顶多应付了事，就是办完这件事就算了。但就没有办法享受彼此，没有办法进入心灵里面那种契合。如果没有爱，如果没有爱，没有好的关系，感受不到爱，彼此没有这种好的关系。那么还在这个女性人在性行为它层面上面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就是其他事情可能更优先的。比如夫妇之间，这个男的已经等的这个等不耐烦的，可是这个太太偏偏就跟他讲说，早上妈妈打电话来了啦，这个有保险的来收保险费啦，这个孩子在学校闯祸了，功课又考不好了，这个老师这个打电话来啦，那么谁打电话来，什么事情就交代一个半天，最后才天快亮了，才要进入情况。这种事基本上是女性的，所以女性需要把事情都处理完，才能够进入这个阶段里面。这是在心态在导向上面。那么在刺激上面呢，男性是比较以身体为主，身体的接触、视觉，就是看着就会启动我里面那种需要那种层次就启动，还有嗅觉，还有动作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丈夫或者跟太太谈起话来谈情其实接下来就是想做爱。但是呢，这个女性就不一样，她是比较以人为主，就是谁。你是不是爱我？是不是无条件接纳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那么主要是这个刺激来自身体的接触、触摸，或者你态度上面是不是温柔、体贴，还有在话语上面是不是能够甜言蜜语，可以谈情说爱。那基本上面女性呢，这是配偶的，
通常都是谈情说爱，但是不一定要谈情做爱。但是男性一谈到情就想做爱，这完全两个是女人用说的就够了。对，只要婚姻是合法的，这里都没有对错，是不同，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怎么样去弥补，就是要投之所好啊，就是对方的这个导向来配合。在需要上面呢，男性、女性都一样，需要被尊重。如果没有尊重，大家对这个事情就兴趣缺缺，不会想要进一步深入的这种关系。是。那么男性呢，在需要是身体上面的需要，但是女性就是在情感上面。那么在男性上面的需要是肢体上面的表达，女性呢就是比较是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方面我们知道了以后，就是互相配合。不然容易站在自我的立场来想的话，就很容易用拒绝对方。那个亲密的关系哈，我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可能有的人听亲密的关系，我们很亲密。女人对亲密关系的定义就是，她很了解我啊，她都很知道我的感受，是啊，像我皱一个眉头，哦，她就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了。那这个女人就会觉得，哦，她好爱我啊，这个可以了，这样子，这个就可以吸引她了。对，所以女人要的是这种关系很亲密，所以你现在很容易被骗。对，甜言蜜语没办法抵挡。所以这个方面是从听的方面的。那在性的反应上面呢，男性比较没有周期性的，很快就会被挑起，不容易分析，他专注做这个事情，不容易分析。电话来啊，房子垮脚，大地震啊，都动不了他。但是女性呢，就是会有周期性，那她的这个慢慢加温的，她是。这个周期是比较慢的是，所以这个需要很多的时间来 warm up， 来培养这个情绪，有时候要培养1个礼拜这样。所以有本书说，这个先从厨房开始，意思是说，你一天的早上开始，你就要预备到晚上那个高峰的时候。而且很多男人这个弄错方向，这个都是逆势操作了，从一个早上就破坏那个气氛了啊。比如说太太起不来啦。那边睡觉啦，不想起来做早餐啦。男的说：“你这个睡猪啊，怎么知道现在太阳都晒屁股还不起来？”这个晚上都没有情绪，这个整一天都破坏掉了。对。但是那所以男人要怎么说？我通常都有对太太，如果看我起来，我太太还没有睡觉，我说：“哎，睡美人起来了，这个王子要来亲你了。”他就会偷偷的露出微笑，就很满足，然后很高兴的起来，所以整天都是很嗨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特质，还有女性很容易分心，所以我们说要离开父母，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这个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哈。你看半夜要来盖棉被，这个你就没办法办事，对不对？还有有些人是做二房东，或者跟他分租房子，这也是会打岔的。是另外呢，主卧室里面呢放电脑啊、电话啊、书架全部摆在那边的，所以呢这个变成就是卧室变成办公室，那个基本上面。对女性来讲，这个怎么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还有跟孩子同一个房间，没有分房。我们喜欢把那个小 baby 放在2个人当中，让这个睡觉。那有些人说，哎，小 baby 需要照顾，但是其实有时候我是觉得这是人肉盾牌，为了挡住那种侵犯的事情，然后放在中间他就没辙了。那这个是干扰，就是对女性来讲这是分心。所以如果小 baby 的时候，通常是应该睡婴儿床，可以放在主卧室。但稍微大一点呢，把婴儿床移到小孩子的房间，让他们习惯那个地方，那是他的天地。那么孩子会慢慢适应。那你们还是你们2个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做丈夫的男人呢，一定要把这个会打岔的、会干扰的、会分心的这种因素除掉。减少到最低。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享受那种完全透明的关系。那么在性高潮上面，当然男性较短、较强烈，比较偏重身体。那么女性如果没有高潮，她也可以享受这种，如果有好的关系的话，她也可以享受。这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表格都是这样的特色。每个人不一定都是。但这是一个参考。基本上面男性是偏向这样的特色，女性偏向这样的特色。那么在进入婚姻的以后呢，了解彼此的特色，那么可以互相按照对方的特色来对待他，而不是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对待他。这样是没有办法凤头的。一定要按照对方。那在圣经里面讲，这叫舍己嘛。但其实舍己得到好处是谁呢？还是自己。这也是圣经的原则。那我想说，在这个地方呢，想到说，很多人他们在预备要进入婚姻哈。那因为社会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原因哈，很多人可能是在婚前的时候就已经发生性关系，而发生性关系这个对象不一定就是他要结婚的这一位哈。那很多人就有一个疑问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跟我们要结婚的那一位坦诚以前所发生的的关系呢？或者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分享哈，因为诚实的讲出来，反而是让这个婚结不成的。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说，我相信有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跟面对？我们认为诚实永远是最好的对策啊，因为如果我们不诚实，我们不坦诚的话，我们会常常在恐惧中，我们会在那个罪恶感、自我控诉，然后还有焦虑，甚至我们会欺骗。因为你没有坦诚过去，所以未来遇到一些事情，你发现你需要靠欺骗来应付过去。那其实这个对婚姻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建议，应该向你的就是你未来要结婚的对象，我们应该向他坦诚。但是在这个坦诚的过程里面是有一些原则的哈。那怎么做呢？我想首先你把你要跟他沟通的东西，你先把它写下来。你为什么要向他交代这些事情？你也想清楚。你向他交代这些事情，目的是为了让你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有信任，目的是让他也可以原谅你。当然，我们也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目的也是向你的未来的配偶表达，你愿意将来在婚姻里面对他忠诚。所以你现在把过去的事情先向他交代。我想这个会赢得他对你的信任，并且他也会帮助你在未来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所以我想是得到彼此的更深入的了解、原谅还有信任。所以你把它写下来，你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有必要的时候去跟辅导一位有经验的辅导谈一谈，请教他。然后在谈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态度需要是谦和的，需要是谦卑的，然后也请求对方的原谅，并且不要期望他会立即接纳你、饶恕你的过去，给他一段时间，也让他想清楚。如果因为你这样的分享而造成他没有办法接纳你，他非常强烈的情绪的反弹，那我们建议就是先把婚期往后延一下给你们双方更多的时间来在这件事情上做沟通。那如果真的因为这件事情而婚约解除了，那我认为那都比说结了婚以后对方知道你的过去，那个时候造成婚姻的破裂要来得更好。那如果我是处女或者我是什么处男，而对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经验，我们也要学习，愿意来饶恕，来原谅对方。是，非常好哈，谢谢你们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好不好？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再给我们一点点结语，有关这方面婚姻里面的亲密关系。婚前的性值得等待，那么婚前真爱值得等待，就是不要有婚前性行为的，那婚后呢就不会有伤害。婚姻是圣洁的，是神圣的。我们一旦进入这个关系以后，那就是一生的一个决定。所以在婚前，我们绝对要仔细思考，如果两个人没有进入婚姻的话，我们切记要保守自己和对方身心灵的纯洁与圣洁。因为上帝的目的是为了要来赐福给我们，祝福我们的婚姻。非常谢谢你们两位的分享，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节目的现场。欢迎回到家庭会客室。不知道您是不是找到您生命中的亲密爱人，而能发展一段亲密的关系呢？我们这一系列婚前导航就是讲男女交往一系列进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要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刚才听李哥跟冯姐他们谈到很多这个性关系或男女的差异，我觉得真的很重要，你需要去了解男女的差异。我刚刚印象很深刻，他说女孩子在空间上面比较觉得不太能就是很容易受到影响，那男人在情感上面，所以你真正能够
认识或了解男女的差异哈，其实在性关系上面也是很有帮助。而且知道说不只是一个差异而已，而且了解说从神的一个角度，从信仰的一个角度，我们知道说性呢乃是神他所创造的哈。很多人认为说讲到性好像是从宗教角度来讲说啊，它是非常保守的，一定是又污秽又肮脏。其实不是如此的，性是神所创造的，他创造的性呢，不是只是让我们说可以生育而已，其实也是可以享受的，是神所安排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计划。而且他告诉我们说，那最好的一个享受呢，是在婚姻里面。为什么在婚姻里面才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享受呢？因为在婚姻里面是有尾声，是有保障的，这是神当初他设立这个婚姻所要让我们所经历的一个美好的性生活的一个关系。而且在婚前呢，保持自己的贞洁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神的一个计划，这是保护我们，神他爱我们，要来保护我们。对，的确，上帝给我们的性关系计划在婚姻里面是为了要保护我们，而不是不让我们受到伤害。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跟您说再会了，愿上帝赐福给您，愿上帝赐福您，拜拜。